富士康最近和中国政府查税，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头一届了。在2005年加2011年呢，这基比创办人柯文良捌向北讲爱来讲袂支持台独，也那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呢，也捌表态支持九二共识。另外，这海霸王集团和远东集团呢，伫中国也捌向法规。鸿海集团下海富士康伫中国真侪所在设厂最近说互中国查税查用地，引起不少大商甲科技业关心。中国可能是针对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参选总统，按过工商界有无共款的看法。会不会罚要看事实状况，这些都跟税务规定有关系，跟政治是无关的。因为他要选总统是有敏感的，但是不应该过度猜测。台商如果说从一开始在账务上都做得很完整，就不怕他们查账。过去中国选题敏感时机对指标性的大商出手，早毋是第一摆。2005年，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，长期支持民进党的基比创办人柯文良退休时阵发声明，肯定反分裂国家法，讲无要武台独。基比伫中国才会兴旺，后来传出基比技术互中国砸销。2011年总统大选进前，宏达电迄时阵伫扩展中国市场，董事长王雪红表态支持九二共识，引起争议。2016年，北甲总统蔡英文家族有过商业来海霸王集团，因为表示无实在互中国处罚，后来看广告自称毋是绿色大商。2021年，远东集团下海安头等企业伫中国违法违规，动罚代票20.6亿。董事长持续党对外表态反对台独，支持九二共识。如果说这一些公司它在中国目前经营也不是很好，然后它也产能慢慢要退出中国了，它也不把手上的资源交出来。那是不是有同样对等的一个状况去做调查？我觉得那个就是可以比较，都没有，就是很针对性的针对台商。那这个显然政治操作意义会大于产业的那个实务的问题。专家认为，大商正面临地缘政治甲避险问题，部分客户要求退出中国市场，减少伫中国投资规模。因为最近中国豆豆针对大商外商查税查土地，这恐惊甲政治或者是针对特定产业发展这因素有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